另外，要限药材，目睭嘛要剃乌金。台北市卫生局抽查市面上日卖这个限药，发觉讲龙胆草也阁有冬花，拢验到漂白剂利用化硫超标的问题。若是食过量，可能会歹喘气。即卖已经要求业者都要赶紧落价。另外，阁有限药店日卖生机枸杞外包装讲无农药，不二个刷验到3款农药甲杀菌剂。若是标示无老实，卖回业者刷来拢爱罚。薄皮厚肉的枸杞泡入去水内底，有清肝明目的功效，真侪民众拢会伫早起时啊来啉一杯。但是台北市卫生局抽验市面上卖的中药材，发现这一款生机枸杞，虽然伫咧外包装顶悬写无农药，却验出3种农药甲杀菌剂，互消费者误会。若卖店家爱将产品落价，伫咧高雄的进货厂商嘛爱按照食安法来罚。听他们讲，都包装不合格啦，怎么不合格？我们很麻烦。所以我们当天就换了。亲像桂圆、莲子，因为是药啊甲食两用，所以嘛爱符合食品标示规定。无合格，阁有这一大包山楂片，只有写着产地采纳，却无用中文来标示，嘛爱回收限期来改正。除了标示无实在，嘛有中医诊所你卖龙胆草红验出漂白剂、利用化硫严重来超标。另外，创新莲验出有重金属。除了落价以外，出产的厂商嘛爱互按药师法，上少罚10万块。二氧化硫的部分，它最主要是加工熏制。好，那如果是食入过量，会造成呼吸困难、腹泻跟呕吐。重金属铬的部分的话，原则上是要长期连续食用，那它会累积在体内，会引发免疫系统跟肝肾的一个受损。建议民众一日要食进前，上好用清水来洗，以免补身体，嘛将漂白剂也是重金属吞落去腹肚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